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 The Campton 一個一房382尺嘅單位。The Campton 位於福榮街201號，由萬科置業2020年入伙。底高大概9尺3寸，個廳連埋開放式廚房，大概係8尺乘以17尺半。門口隔離有儲物空間同鞋櫃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，窗外景觀。間房大概係7尺3寸乘以9尺3寸。咁喺呢一個位置呢，絕對可以放到一張 king size 嘅床。窗外景觀，洗手間，最後就係廚房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